我經歷咗為期1年嘅密集式訓練，讓我了解到每一件衫嘅背後都唔單止係 design， 仲有唔同嘅工藝同做法，都令我好想去深入研究，而且更加堅定咗我想投身時裝行業嘅決心。我亦喺比賽入邊認識咗嚟自世界各地同我有一樣喜好嘅選手，大家成為咗好朋友，一齊互相學習，一齊進步。參與世界技能大賽令到我得到咗非常寶貴嘅回憶。我代表青年技能比賽常務委員會，感謝教育局繼續大力支持，同時亦都多謝各位中學校長同埋老師提名同學參與，讓更多嘅同學加深咗對職專教育嘅認識，更加早開始探索佢哋嘅專業未來嘅志向。今屆呢，我哋係吸引咗嚟自55間中學195名同學參與高中組同埋初中組7個比賽嘅項目。項目呢，包括咗 3D 遊戲技藝啦、時裝科技啦、美髮啦、機電一體化啦、西點製作、櫥窗嘅設計同埋鋪瓦，為學生們呢係提供咗多元化嘅技能體驗。今次嘅比賽呢，係透過賽前嘅培訓，幫助同學通過實踐同埋應用，培養佢哋對專業技能嘅興趣，為未來投身科技啦、工程啦、設計啦等不同嘅領域咧，係訂立一個基礎。我喺呢度咧亦都衷心祝賀今日獲獎嘅30名同學，你哋嘅以優異嘅表現係贏得呢一份名譽嘅。我亦都期盼呢啲同學繼續發展自己嘅技能同埋專長同埋興趣，將來喺學業同埋事業上咧各有成就，為社會作出貢獻。